战棋圈的绿皮大叔，人称 IS 的赖余生是战争贩子的创办人之一，战锤40K 的高手。除了实战游戏，赖余生从事微创模型长达13年，是台南战棋模型界少数能玩也能涂装的顶级玩家。因为工作其实很累，那为了找一些其他抒压的方式，我开始重新找一些以前有在玩或者是有在做的东西。其实那在摸到战棋这一块之前，其实更早之前就是资讯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在一次搜寻一些游戏资料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那我觉得它很特别，然后它很漂亮，它很精致。可是那时候因为资讯还没那么发达，其实那时候还是什么家族系统啊，然后搜索引擎的时代而已。所以其实台湾的资讯那时候其实还是很封闭。那我只是看过一些图片，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那一直到12、13年前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高雄开了一家店，那是同好开的，就更早期的老前辈的同好开的。然后那时候才花时间下了高雄一趟，然后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东西很对我的胃口。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去接触，开始跳到这个圈子里头。因为对它是个桌游，可是它是一个收藏类型的模型。因为在国外来讲，其实这个文化他们很早就有了。就像如果你去看电影里面有吉伯逊演的一部电影叫《决战时刻》吧。它是一个讲南北战争的时候的事情。但里面他有一个死掉的孩子。然后他在回忆他孩子的时候，他替孩子复仇的时候，他是把他孩子的小锡兵熔成铅弹，因为那时候是铅做的，他把它熔成铅弹，然后用来填接在那种铅膛枪里头。就是以战争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微缩的战场。那国外来讲，他们这东西早就存在在他们的生活里头。就像我们现在的台湾的环境一样，就是钢普拉这东西就生活在青少年的生活里头，它就是存在的文化。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那会去制作，是因为这个东西买来，它其实是塑模，它上面完全没有颜色，然后零件也都是散的套件，就是你必须把它组合起来，然后替它上色。那当你在不断跟玩家交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玩家是喜欢把模型做好、做漂亮的，然后有些玩家是追求战术上跟战略上的运作，所以他对模型的要求就没那么高。可是我可能就刚好两个都想要兼顾。那因为东西做完之后，你会觉得是一种成就感，是一种乐趣。它其实两个乐趣其实并不相冲突。一般人对于战棋印象多半陌生，什么是微缩模型战棋呢？简单的讲，就是一种军事模拟，以微缩比例模型当兵棋来进行军事模拟。玩家们创建自己的军队，然后在模拟地形上战斗。游戏中会利用距离尺以及骰子来移动，并结算战斗结果。战棋的题材包罗万象，从史实、未来科技到魔法奇幻都有。那我们讲战棋游戏有3个元素，第一个是模型。当然模型并不是指单纯的这一种，你可能像是纸板的可以指示的东西都叫模型。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丈量的规则，像有些游戏它可能是用公分，有些游戏是用英制的英寸。那再来就是第3个核心，就是判定的规则，这个叫做星际战士。我们常见他们是人类未来的救星，死亡的天使。因为在他的故事里头，人类已经进步到宇宙殖民，然后经过了大繁盛的时代之后，又进入所谓的黑暗时期。那这个单位呢，这个种族是我自己在玩，它叫欧克蛮人。那因为它本身是绿色的，我们也简称它叫绿皮或者兽人。那也因为我玩这个种族玩很久了，
那也玩到一定的强度跟数量，所以圈子里头才会叫我陆巡大叔，是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头能够把这个种子玩到那么低白的人不多。就是它很多的精神跟内涵啊。对，它本身就有那个精神内涵在里头，只是因为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圈子来讲的话，当你喜欢一个种族之后，你的个性或者是生活方式，甚至有时候口语上会慢慢趋近它的文化背景。通常这个就是规则上的事情。那我们在接触它，就是它可能有移动回合，那你可能就是在移动的时候，就是我可能要丈量，它可能这个单位移动可能是3寸、5寸不等，根据游戏不同，那可能它移动之后，它就会代表它的。由于战棋就是一种类似沙盘推演的竞技棋赛，所以对战时大部分的精力都会放在战术的思考，过程中充满着变数跟乐趣。也由于每一局的比赛都需要集中注意力及高度的思考力，曾获得台湾占南北的战棋赛事奖项的赖玉生开玩笑地说，每一次参加战棋比赛都因为过度的烧脑，一停下来最后都要靠吃药才能缓和压力。战棋除了具备战略桌游的特性外，更重要的就是极具艺术性细致的模型。战棋模型的制作可以说是满足了部分男生心里的梦想，因为从组装到涂色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创意发挥，如同自己亲手打造一支军队般，而玩家自己化身为指挥官，在棋盘上大显身手。第一个当然是舒压，因为其实家里的工作蛮繁重的，那你能用的时间又很少，那你能够找到一个能够静下来，或者是把烦躁的工作压力放开的东西，主要是因为做这个东西是你真的需要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而且你必须把自己沉淀下来，你才有办法花时间在制作上。因为大部分的同好都很清楚，其实你做模型的时候其实是很专注的。你可能，那你很专注的时间其实也很有限，你可能一天能够制作的时间大概只有1到3个小时不等，甚至更短。那但是你在制作的时候，你的脑袋其实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全部都要放掉。因为你不放掉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东西做的一点都不好。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可以从中获得不一样的成就感，而且重点是我可以得到乐趣。因为制作的过程其实是很随性的。你可以往精致方面走，你也可以往粗糙的方面走，甚至有时候你只是为了瞎搞，就是好玩而已。我觉得重点就是，当这个娱乐的价值就在于核心是好玩。不管你今天玩什么都一样，如果你不觉得它有趣，你就不会开心，不会开心，你的压力就放不掉。涂色可以说是左右模型是否精致最主要的因素，也是许多新手们的心魔。但同时也会带来最多的乐趣，因为战棋模型的配色非常的自由，大可用尽所有喜欢的色彩，涂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战棋。我们今天这个示范的是熔岩地台的绘制，因为它的技术其实是比较基础，那上手速度也比较快。因为如果真的要绘制微缩的话，可能数个小时也拍不完。那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较好入门，然后效果比较直接的东西来告诉大家手绘的魅力。那我们会先用干扫，是因为干扫会影响到旁边的色块，所以这个东西会先做。那我们第一道会先选用比较浅的灰色去做，做第一道的冷却的岩层的部分。那刷的时候尽量让它呈现所谓的放射状。让你的岩块中间是偏黑，周围是偏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都是纯水系的颜料，也就是一般说的亚克力颜料，它其实就跟水彩差不多。那好处就是干燥的速度快。那我们涂的时候，基本上不要沾到太多你刚刚刷的位置，
把它涂到所谓我们的裂缝的中间去。但是你也不要担心说它化到，因为岩浆在跑的时候，其实它温度不会只有单一的状态，它其实还是会有喷溅，然后岩层会有不同的颜色的色块。一个我们看似简单的熔岩地形，赖医生为了让它更加立体逼真，不断的层层叠叠涂上一层又一层的颜料，在细节上吹毛求疵。再来，我们会使用红色的亚克力墨水，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调水洗颜料没关系。那我们确定它大概不会垂流的时候，再把死角的地方吹开。干掉之后，你再下一道，这样才不会把颜料带起来。当然有时候会为了混色，当颜料还没干的时候就涂下一层。所以第二道我们在上的时候就直接用橘色来上。那因为我们要记得的是，你红色的部分还是要保留，你的橘色要下在红色的里面，然后不能把红色全部吃掉。求了，有的人是追求像卡通一样布灵布灵那种很漂亮的质感，那有的人是以仿真为主，这完全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它没有绝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埋白色，白色是在设定中它是最高的温度、最亮的颜色，所以它不能全部涂，甚至有时候还要回盖。也就是说，熔岩在流经地面的时候，或者是龟裂的时候产生的最高温的显现，但是因为显现之后，它一接触到空气，它其实就会冷却，所以通常我们看到白色的地方其实不多。那像现在是因为我要先埋这个亮点，等一下再用黄色把它盖回去。那在这里我们就稍微看到它颜色已经变化了，因为白色它是最亮的，那照理来说不应该都这么亮，所以我们会选择另外一个渐层色，就是黄色，比较偏温度高的黄色，稍微把白色盖一下，但是又不全部把白色盖掉，这是用色上比较吃经验的地方，那大家会发现其实这里的涂装其实颜色都没有涂饱和，因为自然界的东西其实一直不断的混杂在一起，那这时候我还是选择用白色来做最后一次的干扫。那干扫要记得就是你的颜料的湿度要正确，太湿扫出来的效果就不对。就这么一小块的熔岩地形完成了，是否觉得叹为观止呢？尤其像是微创模型中一个人物的脑袋瓜子，可能跟一颗红豆相差无几，还得在微小细节处大做文章，所以只能靠画笔慢慢的手绘，相当考验玩家在手绘时的专注力。完成了一个熔岩的地毯，这是一个简单的色彩变化，那也没有太过复杂的技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干扫跟水洗。我们先从这只 GK 模型来讲，这一只是赛车的兔子，那这一只是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的作品。那这个练习的核心在手速，就是手绘的速度。那这只模型从组装到现在这个样子，它其实只花了8个小时。那他用的技法其实都是我们入门新手适合的方式跟技术。那它能够展现跟呈现的效果其实有限，可是以新手来讲的话，其实这样的效果其实很棒。那为了增加我自己手的稳定度跟速度，所以我会1年中会强迫自己1、2次做所谓的速图，就是限定一个时间，然后把东西做完。那看自己能够把它展现到什么样的程度或精致度。那这个是前几天的作品。现在这一支则是今年我自己玩的战棋游戏中新出的单位，它其实是一辆赛车。那这一次它出了5辆新车，它整个风格就很像所谓的世纪末愤怒到那种东西，就是很疯狂、很飙速的。我们说这一次是所谓的飙车帮啊，它本身的模型零件其实比较细致，
所以变成制作过程中我必须拆件制作，你没办法一次把它组装之后涂色，因为这样子颜色或者零件会互卡得很厉害。这只是加拿大一家公司的战旗模型，它其实它是比较大的单位，因为一般的战旗模型的比例大概是1:70到1:75之间，那因为它是大的单位，所以相对性的物件就比较大。简单说，它就是一只很大的恶魔。那因为它是魅魔，所以拟性化的状态比较清楚。那在制作它的时候，是因为它大概是20%的喷枪，80%的手绘。那为了表现它的质感跟色泽，那因为手绘其实很吃专注力，那我在制作它的时候，大概一次只能做3个小时。那3个小时，我可能只能涂它的一只大腿，或者一只小腿，或我身上的一个部件。我没办法一次把它涂完，是因为它实在太吃我的精神力了。好的东西还是要靠时间累积。那当然速涂有速涂的乐趣，那慢慢堆叠的技术也有慢慢堆叠的技术的乐趣。展现出来的作品质感、观赏的重点其实都不太一样。接下来这只也是比较偏日系的手作品，它是感染少女。它看起来的物件的结构比较特别，是因为它的底台其实有点像是梦幻一般的存在，像胡桃钳啊、玩偶啊、书籍啊，然后还有弹头。其实它是一个很梦幻的存在，但它相对中也赋予了所谓的死亡的氛围，因为它旁边有个骷头。然后你去看这个作品的背面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个伤口。它整个作品的名称叫《感染少女》，它其实是一个丧尸系列的作品。那因为它的底台太梦幻了，所以我在制作它的时候的设定，那一个在梦境中的女孩，然后做梦像自己被丧尸咬到，然后她很难过这样子。那相对性的，它的颜色色泽上其实就比较干净。我并没有直接做成像我们常看到的阴尸路那种感觉，其实大家都破破烂烂的、脏兮兮的。因为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的模型，所以我也不希望太过展现那种肮脏的味道，所以制作上就让它比较属于梦幻一点。那这一只模型大概就是50%的喷枪，50%的手绘。那它制作上其实时间还是很长，最主要是人皮肤质感的堆叠，然后还有脸部表情的表现，其实都很吃时间。赖声的模型作品，每一只制作上所花的时间都不同，尤其随着模型本身难易程度的差异，制作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跟精力，也让每一只模型展现出不同的效果，而这也是手绘模型最大的乐趣。这几年随着玩桌游的人大幅成长，所以战棋玩家也是稳健的增加中。为了服务棋友，赖余生也成立了工作室，让棋友们有一个分享及交流的场所。当然在推广之后，这个东西确实慢慢在拓展。当然以现在的同好数量跟玩家数量，或者是收藏玩家的数量，跟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倍数的成长，这是事实。可是相对性的倍数成长，当你的基数分母很小的时候，这个倍数成长就真的很有限。当然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真的发展成一个更大的文化圈，因为这样我们常去看国外的比赛，或者是看国外的社群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文化圈。那个大到以台湾人来讲，其实你不太相信这个圈子在世界上竟然那么大。而有感于网络资讯过于发达，赖余生也建议新手们应该要直接与战棋前辈面对面请益，不仅可以吸收到最正确的资讯，减少走冤枉路，也可以更快的进入战棋迷人的世界。对，这是我第一批做的棋子，它其实很简陋，而且涂色的状况很糟糕。可是这个时候是我已经使尽我拥有的能力时候制作的东西，那我总会拿出来告诫新手，就是
因为我告诉你一些我过去失败的经验，所以你第一批做出来其实绝对不会是这样子，一定会比我更精美。因为我们过去的状况就是资讯不对等，你找不到正确的讯息，所以你使用的技术方法很多都是错误的。那我们去制作像做这几支，我可能花的时间就是10几20个小时，然后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以现在新手来讲的话，当你得到正确的资讯的时候，你可能把我过去1年碰壁的时间都删掉了。你不需要自己土法炼钢，你不需要重新了解材料的运用，因为前辈愿意跟你分享。那你那1年的东西你就删除了，痛苦的那1年就过去了，你可能就会直接学习到比较正确的技术跟知识，那你得到的作品的程度就会比较好，你的成就感也会比较好。那你入门的时候的痛苦就会减少。由于微缩战棋可以说是赖余生正职工作外最大的休闲活动，所以一直以来都专注在手作与手绘各类微缩及比例模型的推广及新手指导。但这几年他也开始思考跨领域的创作。其实我有这个转变，主要是2015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真的走出自己的圈子。其实，在15年之前，其实我都在战棋圈里面打滚，就是我的同好其实都是棋圈的朋友。其实我对魔圈的朋友交流很少。那也因为在那一年，本来在星光3月参加一个台南玩家办的一个叫玩家模型展，那一年在中山店的星光3院出展，那时候就是我放了1桌的棋子，就是标准棋桌的棋子，然后包含场景跟收藏品这样子。那是刚好他们的策展人员觉得，这东西很有趣，他们以前没看过，那他们就去问那时候玩家展的策展人说，这东西是谁的？然后他们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他们的那个系列的巡回。那我是觉得那时候刚好就是处于一些比较低潮的状况，那觉得难得有个机会可以去推广，或者是全台湾这样绕一绕，我觉得是蛮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就答应他们，然后就答应他们去出这个展览。那出这个展览的时候，我认识了不同文化圈跟手作圈的老师，包含做金属的、做霓虹的、做很多。那这些老师的年纪有的比我长，有的比我年轻，那有几个老师就跟我建议说，其实你这个东西可以做更大的推广，因为他觉得你做这个东西的技术并不包含在这个圈子里头，你可以做更多的运用，更多的分享，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圈的人会需要这方面的东西，因为他可能他会画图，或者是他有创意，可是他没办法把它实际化或者是体现出来。那他们跟我建议就是说，你今天有这个能力，那你何必把它自己收起来呢？你应该把它推出去。不管今天你教的这个人或者分享的这个人，他不在你的圈子里头都没有关系，因为他都会变成一个养分，变成一个文化的部分。那只有不同文化的圈子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圈子才会跟着一起成长。从喜欢到创作，从手绘专属战棋到代工制作，未来赖余生微缩模型的脚步将跨得更大，希望让更多人有管道可以认识、接触到战棋。今年我们可能会展店，展成一个类似手作坊的据点。那当然会贩售一些耗材或一些技术上的推广。那规划上其实是有那个计划，好好做这个区块。那当然它并不影响我主要的工作为主。那其他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东西在一般人的眼中，它会变成一个文化，而不是单纯的玩具。当然它还是玩具，因为它核心的乐趣还是要存在。可是就是当我们知道玩具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文化的时候，其实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其实更加的庞大。
叫我们说电影是第8艺术，可是现在新的名词叫做游戏是第9艺术。尤其是看我们现在看过去我们小时候打电动玩游戏，其实是会被扁的，会被打的。可是当这个东西变成文化的时候，你去看现在新的所谓的大型的游戏作品，它里面的 IP 故事跟内涵、美术、程式设计人员，其实一个很庞大的市场。不管是提供这些技术人员跟人才的市场，或者是玩家消费的市场，其实都是数百亿美金在计算的。那我们当然希望，不管是做涂装手绘，或者是手作的推广，或者是战棋的推广，都能让接受的人或者是分享到的人，能够达到最根本、最核心的乐趣，就是你要觉得开心，觉得快乐，不管是制作或者是游戏上，因为这才是带给你最大的目标。